가서 제시 삼죠 가서 거래를 망부 과 말이사 칸이 어디서 고무 숨도는 게 저라天조리를 고무 시동 제기는 저라天조리사 제시 고무 숨도는 게 저라天不切相争요리 숨동 게 맞을로 맞아도 너 칩상 고무 직동 앞에 요리切장소소 고무 숨동에 맞아도 고무 시동 앞에 저리사 저면 제시 고무 시동 제기는天다 시동 제기 쓰는 거批发价嘛去칩상 토슈들이 제시 고무 시동 제기는 저라天不切시동 제기 맞을로 온 거 봐肯定 맞을로 맞아도 너 칩상 거로 고무 시동 하 조리사这里面说我们系统阶级的考出车上，我们沟通是没什车的，对不对，家们？但这些面区别的地下，做贴上的一个区别的嘛，都中当中记不记讲了不的意思？呀咪，我们松东特别新大级，我们系统阶级的特别新大人这嘛的，记不记讲的，这是贴上的一贴吧的意思，很重。这啥？俺家不让这里，但就是咪从点那我从我那会儿就不起呢，俺我们系统阶级的这面人看的是呢，贴上我蛮多，俺从点的本来我3期多银子，俺贴上忙的选起年赢了，别不让了是吧？但是俺有问题几个上去了呗，问题看的啥？俺总嘛是不是这对不起多了呗？我呢，看的是我那是对，或者我刚开始对不起写去，因为看的是咪俺娘用感情没的，娘用感情没，不是吧？总当中那个娘用生经验什么的，娘用感情没嘛在俺别的人脉这个嘛的资源这个嘛的，俺就是这两天这吃下去，俺就是总嘛吃下去呢，压货吃下去呢，俺肯定吃回来了呗。毕竟我们系统就是叠紧着的嘛的，但是你到这个这里了呗。俺不让俺这啥，前到总嘛是不是这感觉穷嘛的啥，可来了呗。因为可来是俺就在中当中路吃涨了面药的啥，说实话，刚开始这个吃涨了面药的是对俺。一起来嘛，就是切说实话，一起来嘛就是切就，这是对不起，你个我那个点击过切从这上面就这还是哪，没让人按这啥，中当中的这个切成了就没让个就特别比就当着的，都这样中嘛是切成呢，俺就得点击下药的啥，学过改表个一个拿过直接点击下药的是对，俺别的路做是不是穷，但我能拿到民都啊什么，因为全都上当的呀，就是这样推起来买切成，空就轻轻随便过来俺就点击下来的，随便点击是的俺就。我那在不过咱们这马巴呀，我呢，这是那边顶着下那个马巴，顶着是我呢，老得不是穷，做的就这个车上车点击顶个这个啥，俺老得不是不穷我呢。俺这些开始了，下定决心我去打开起那前上，我们系统阶级的创天没，我们系统阶级的创天没有工作。来或者当直播间的没送啥送多少工作，主播老家是山南的，等到创建这逻辑的逻辑主给真心实意，俺家们创建上面能俺多工直播间的迷你多月，就是创建个上面能俺关注起小工作，上班族一年涨，宝马一年涨，大学毕业前一直蛮多人这的，钱常用过的用多，俺就中当中的鼓励些人家光把人家来的用多 ，OK 是这样的啊，钱咱去做了必须俺关注嘛，真的下播切的您嘛的，宝宝们，关注嘛真的下播切的您嘛的，知道了吗 ？OK 是这样的，来关注起小或者关注切差不多，关注切差就得俺给他那个他们给他是公平俺给他们就是的来，那他们就是对，没有点关注点关注。OK， 当然这些俺没确定我切，反正我们系统阶级的听不的，这啦听他的对呀，你冲动切，对不起切前面两个人对人这切嘛的，你看切你上班去个去学了从对不的，俺到谈不得开始工作上班去个去学了从对不的，你上班去别个来就开始是你们前面也知道嘛，你老说啊，你这些这话嘛，你这说这话嘛，开始也在说，这是这工作，但对不起，人家到谈不得上班去个去学了从对不对？但上班去那个那是我前面也跟你们说了嘛，那就我们系统啊比较的事吧，那就我那会儿你从对不对？从是个别的上班去就逻辑打对面对了，那就我们系统阶级的么子几个拍的面多，我呢我们几个拍的面多，这是对我呢光干在拍面子，那就我们系统啊这里，系统啊这个呢，但宁古我就上班去了吧呀，手机带不带要嘛的，手机在要嘛的，工大在那做过吧，宁古上班去。工大在那做，宁古上班去，工大在那做，这现在反正到我这个对做，叫我清楚了呢，叫我是不是清楚了没？到我这个能做了，开始到我这清楚的，还是就是呢，你给到我这个那是得看出来是我们系统啊就这样的吧？那是这样嘛？这很多开始就是你上班这个是学了从这边贴上这个吃长知识这边的，开始全部的上中工作，然后就这些的，这是一个吹把的的，上班这个是学了从这边贴上开始全部吹把的，到我谈不得，开始全部吹把的工作来，吹把的对。
对我操嘛的啊！可咱直播间的美女走过多啊，可是从这个3个月吧，前3对前个3个月本之后呢，俺俩主播的关注起效，关注差不多开始球上，就他那个汤不够笑，用不懂？关注差不多就他那个汤不够笑，你怕给长着那着，这个车上够用过，所以说俺可懂俺本人给吃的，可都给吃多么大的，吃多看啥子前不是你的药嘛，这到堂不得上班去小了从就那这个那是天上我们吃吃这药嘛的，所以说你们你俩大家去那么多药嘛的啊 ，OK， 专门查人这药嘛的，专门写过嘛的，好不好？长不长是那么大的，专门查人这么啦，我们什么都来讨要的啊，然后我们吃起来嘛要的，我们吃起甚至夸张查人这药嘛的，不可能，因为上班去小了从就不的。你们用感觉没觉两个人过主节录中去用脚去的，两个人过主节用脚这他们3个人到我当不过来吃起3星的去要嘛的，所以说你们你俩当那么多要嘛的啊，俺呀长不长下然后一样，我那是的。呀，看出其他吹把脚，俺都上俺都来到头的钱的。OK， 你来玩呢？上班去了，就我们系统俺就聊嘛，就上班去小了从就被贴上下就我们主动啥不的呀，我们主动啥不的。但上班去了就我们系统俺别个贴上我们主动，从就被贴上我们主动了，对，年不到我们去到我只能看就这多，吃几这多了吧？搞不在不集中的呀，搞不集中的吧？因为你嘛俺没吃几甚至生肉嘛的吧了吧？肉牛骨了嘛的，其实搞不集不集中的，俺这现你们你这你要就苦嘛中的，搞不集不集中的你苦嘛，但反正。干啥去？什么地不着急你苦嘛，对吧？俺这什么过去？你们这啥么当没的？那反正就这样吧，因为对啊，你给说是那个冲的结果说，你冲的给冲，但是吃起是那冲的不大，上班去吧，你也没收的，俺看下这个，但这期间反正搞不起就穷，俺搞不起就穷，你们这送了3么大没有工作，3么大没，但俺冲的呀，俺差不多多少么钟的呀，是吧呀？因为每次出的嘛的那还够嘛的吧，差不多多少么就可多，但俺们收银员的确实没多呢，我说看起来不差中午没觉得那收银员钱多了比是吧？所以说俺这也这行动叫也我是觉得但这些工作，这些就没从的没从的俺差不多多少么钟的3节可多看起来是你可多的钱看啥可。2个对不？但确实没多少么就2个确没多少么钟呢，2个对两是也没多少么钟呢。我这3节可多2个对钱，到你不得那些年我那个全职让我的感觉，这反正从的不的，对。看出从这个上面就要关注嘛，就关注起小关注看单子，但下播切的你嘛，但关注用不啊？要不然看出看起你可能就切不着，反正刚好我们就这是下。这些但反正可多2个对不的，可多2个对钱没到他不得干，到你不得干全职切不全职干钱，工作室父亲呢看不切看了呀，这些对不的，反正对，但没头皮说不得讲年了，因为刚开始头皮当不得，你不得讲不得的，让贴上说起对不进这样嘛的，我呢单自己了贴上我们习不之间这样嘛的，俺头皮说不得讲不起，现在单自己过来贴上我们俺给人的不要的，但你们头皮说不得估计俺就勒不得，老大俺就勒不得是这勒比这勒不见没让人俺勒去勒对不起，但反正我呢勒不下个对住过的，的勒不得啊，确记得起个。确记得切个来不晓工作，对不起多内容我那样，内容写不起多了，我录音来这边，然后大概一直请过来说硬嘛的内容我写不起我的，加上录音器系等都笔记本个重点，也就是重点差的第几系啥，说笔记本个第几系啥又有了呗。但反正这些老大俺来不起，俺你们送那些不得，说实话，没看起来这些对几个对你真的过的，俺努力来对不起起的，我呢说实话，看见结果了没些，俺努力来对不起的，我呢说实话，这是对。不得说干来这边这七对现在反正你们送了这个车上现钱没老大个囊大们都有啥，但你们俺单子对啊嘛，这俺这对不起让当然肯这就是什么情况呀？因为俺呀性格我着急差对不起没别俺这对不起钱没别这人，这出钱没别这人真的，但你们单子嘛就对不起钱说怀疑起年是对不起钱，反正这七对你们送不得对不对？但是你们送不得单子你对不对？一次性过来，单子你对这单子进了贴上我们俺这对单子进了贴上我们对这都。可你娘不多么些，但是你娘不贴上还最穷上，我们几多年纪穷不的，但你们进了贴上，我们几多年纪穷的呀？你们想一下是什么概念嘛？对不对？我呢，这是的，好。
可是咱直播间那从家300或者从家300俺记住明年都会有多直播间的明年让是多没真心是一个从点上的来关注起来或者关注前给他那个他们不需要用的关注前俺给他们就是关注前给他们就是要不然俺怕下播去的话就唱着姑娘面带用不啊OK， 这钱不工作，当然这钱就没搞对不起穷的出来没，当然就那个箱子家他不钱，你这钱反正这业绩了掏钱，俺没家哪来钱不的，我就去年那年给到我这边呢，我就想了钱不的，我就给想是这么多，想了钱，这钱我就没经销商大会，这录这冲动这错不的，反正没动啥钱就冲动这错不的，也没打比如的这个700入不钱，反正对不起错不的，冲动我说钱没对不起错不的，对应这打错不的，我就培训的。这些钱真的说出来优秀才这简直都真的这多了没但反正就是你说出来没他说了统计来钱多了吧没统计来钱这些钱反正就转过来的钱然后大陆给到疼不了我就给说着长沙了我就说这样的说这来大家钱咱俩肯定说过没的这个7张大家钱的这钱我的业绩掏钱的但他箱子看出来是我箱子姐姐的工作箱子姐姐赢工作箱子姐姐他箱子姐姐是能有看出有明年就是的钱话我就箱子进了最低批发价是给姐姐的480乘以800等于38400其实你就说别的我们系统就从这控制但是你从这的我刚开始我们系统这几年从就不么去但的从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别的我们系统其实我们说别的我们系统从你们觉得还可以吗或者我就是吧呀当然这是对面我那来运动的就我这情绪来面我来干来对不起这边的呀面干来没就直接吐嘛的吧我就怕多就没有那出啥声嘛的吧呀你这的掐的吧呀这是因为说他听这是的他的从这边这些压钱但是中途嘞肯定没说是遇到困难其实不的那就把这钱但这其实没说是那就他们这其实的肯定有嘛但是呢没遇到困难其实吧但是说是解决钱说是坚持钱这是用我的我就来个卡里呢这干嘛爱操嘛对不对说是卡里钱呢说是下定决心做钱呢干嘛爱操嘛这那就卡里他呢反正这个钱上解决钱上面他们都那么三个不要赚的逃避钱这上面他们接着吧样呢这钱用掉这工作这是因工作但他那个运动学切去的卡里年轻就了管用的我从这逻辑到给那运动学切去的唐不的看来是刚开始我就听说还我是上班族的我就上班时间一点都不自由的吧样的上班不的老板能就知道的经理能就知道的但不协调的嘞我的就收银员去的开把钱现在我就发还我他们来的但是但也其实我不的上班个对钱呢说是对不对嘞不的我就开把那钱挣开把那的吧说是拿老钱就没的钱的拿到我嘛的说是也不钱别说了说是估计就别说的拿到我嘛的应急民机上班那些工作室的钱这钱嘛的OK， 这一个就加上上班实现自由才不是的话创业去呢。第一钱，你不得看来上第二个工作，你不得看来上刚开始俺们其实那创办呢就对没结果用着的吧，没结果我们系统这几年从就来过不得中档从结嘛是就来过那个做这种用着的呢，但他从就是我的我的记住个让过他就是没说明他做，但第二个呢现在没进那个创不起看着强没说说明我的刚才就是用着是我的中这是这吧样，所以我呢我了 ，OK， 第成就感我写。动呢，他第一钱，学期的，他全都掐账我的在乎钱的，我逻辑的到我给呢，我又看出啥新闻没得吧？逻辑的到我给呢，我的刚来了，对不起对不了，我要说实话，刚来没得那个就直不透嘛的吧？刚来了对不起对不了，赶紧开赛钱这是用着赢，但他从这逻辑的到我给呢，刚开始我们系统就给你从这钱，然后你妈打工族到我这了这我们什么东西都连那个上班族、月光族不么的，但他从这逻辑的逻辑的到我给呢。但那们到我这个用不吃素面的差有，这是那个来成欧洲的人生计 ，OK 是这样的啊，家们。大家呢别下还就存钱，别是呢你去做第四代，别下还就存钱，别是去做吹把对不对？可能去结婚做，别下还就存别是去做吹把对不对？可能去年俺就来不打。OK， 别下还就存钱没去做吹把对不对？或者咱直播间没你啥别的话，或者吹把对不对？或者按个对的，吃就他们是呢，就他们是给答应，吃节目哈，吃你他们是呢，你他们就给答应，吃我他们是呢，我他们就给答应，然后就逻辑大到我给呢，你别下看就啥新闻，就吹把掉下去的，吃看就啥新闻，吹把掉下去的，然后就吹把掉的，我唱嘛的啊，直播间的迷你做主导，但都或者从这个上面有不的，线下啥对线上面有不起，但都主播了，关注起就能关注起小工作，关注嘛，现在呀，
下播才不的人嘛的，就是我从家上面就主播呢，我就吃，我就还是尝出来，我就吃，我就吃下就全没吃吧就当我尝嘛的。主播因现在朋友那个年，但是年度你说整个的毕业期大学毕业期一直蛮能源这因工作，熊些一直蛮能源这，但你嘛来打工那个是个中女6年是起名，但是那把我们吃起也啥西嘛就，但是从这逻辑的到我爹那看来是，当然因现在那把我们吃开始对面就是吃吧就的工作，吃吧就的来。吃吧，对不对？吃吧，对不对？你想啊，吃你想了多少毛样的钱的？你想了多少毛样？逻辑的呢？逻辑的到我点了的吧？不，毕竟，来或者吃吧就的可以吗？吃吧就的，来或者吃吧就的，没进我们的吃吧就我们多，或者现在来吃吧多就的可以吗？好不好？对，没现在来你就是吃吧多就的，我对，吃吧多加个啥对？来咱们。说不上来，说不上来蛮要的，说不他们来蛮要的，说不他们的说不上来蛮要的，倒是蛮要的哦。看出来投资界的到投资呀，夸张场面就是吹吧就的来看着，看着现在吹吧的啊，看着你叫的嘛的啊，看着用不懂啊？当年俺家不闯的，财经卡的国民的这个车上的话，看着用不懂啊？可以吗？看着财经卡的国民的这个车上的话，用不懂啊？可以吗？家们，好不好？财经卡的国民车上的话，用不懂啊？我谈呗，什么就是谈，给你记了的，我谈的就是谈呗记的，中间对。中间的，或者现在出吧对吧？或者现在这个从家上面就主播了关注嘛，想关注起小工作，这是不打上什么的片，啥是这样子？出吧对吧？对，滴了多少嘛要的啊？用户滴了多少嘛要的？滴了多少嘛？我谈的我是爱记的，我谈的我是爱记的的，我谈的我是爱记的的工作，我谈的我是爱记的的啊。我他们的我是爱记的，50和55中间，是不是了呗？啥这样子？来，观众啊，点赞多起啊，等到点赞多起啊，观众好不好？点赞多起啊！啊妈，讲接不住他这里讲接不住来说掉啊！才切的那么上这个起来说，我是你的，观众，我是你，你们觉得还可以吗？还可以，上那个唱不就这样？唱不唱下现在不可以的话，你不就得没事的。所以说给你们野心卡的吧，野心说嘛的，开始说的，是吧呀？你们觉得群主前的逻辑大到我点那了，我做你3的群主前的我做这边嘛的呗。我做这3的他们觉得我做嘛的3的你不觉得，用不懂啊？然后我咱直播现在你这顿的话，你这顿的话，从家个上面又把它恰对恰3的我那会儿也或者吃我那是这样，就是真心实意逻辑审计的从家不点不说我那群都是当俺打定这天穷嘛说什么说用的我那会儿的是当啊，俺他们就3我那是的。我那4个月，你我的记住不一年这不一年这，反正你总当中的囊袋没去，所以也不切不去了。你总当中的那边这个囊袋没，所以也不讲，所以也不切不去了。我能保证，所以我那会儿不会啥性格的，用不懂啊？等一下，你给我点关注吧，什么主？什么主？你给我点关注吧，OK， 是这样的，来。好，那大家查送啊，大家查的其他工作就是，和从家上面关注起啥？满意钱多少？满意吗？你们觉得满意吗？比如是你们的话，全是满意钱多少？全是电视，全是你们现在从家这逻辑大，到我点呐，整个你啥现在全是满意钱多少钱没多少？会满意吗？好，俺家全是点了话，就是看着，当俺家不从俺记住多个月啥的吧，你全是查检测的话，查检没变这么大呀？查检是了呀米，什么阿猫阿狗米别说了，才上过生没的呀米啊，我也是要挑的好不好？OK， 查检基本上去年就是了话，
차긴 지랑学工作，차긴 지랑学，차긴开的呗是哪？弟弟，马子到处过的，刚开始就做3档，俺家不从这边这7年呢，所以说马子刚这边这两天给马子没，那个把这两面呢，所以说开始中年呗，对吗？你们觉得对吗？我说的对吗？对吧？前场马子到处过的，但是就是西用嘛，点进的天生嘛的呢，马子学起么，吃开些等着，就不刚开始的吃开些等着，天的明年个差着的，这过嘛的，马子春秋是过嘛，春秋是那个普通人都能接受，可就是呢，看你要的，但是说是对不的啊，看你要的，我们送到那个这两天就的，来我们启动的今天这两天就的，也是我们送到那个这两天不像乡镇啊要的。松东的马子老过的吧，等到天上我们自动啊比他做的，现场说我们松东的卡住车的时候，我们系统啊比他车的 ，OK 是这样，这个是第一个 ，OK， 我们系统的今天那天当然就批发加马学的，天上拖学的，我们系统的马子老过的吧，没马子老嘛，人写习吧吧，马子我们系统的老马子等到天上我们系统给他做的，按照是呢，说我们系统的马子的卡住车的时候，我们机动估计，也就是我们果冻是没生车的 ，OK。用懂啊？按这次的前场说是我们松东那个天天着，西东这几年天天着，总当中了几不几讲了个的，只是贴吧开的是呢，俺做贴上的贴吧的，说是贴上马就姑娘的，那我们西东这几年冲击的难打要嘛的，用懂啊 ？OK， 来或者大群主当直播间没送不送你多啊？就是真心实意，我俺家不冲击吧，我们松东，俺们我们西东这几年冲击3没有钱，但是这是俺妈当俺冲击挺当不赢是吧？其实俺到西医，这是俺这俩做嘛去呢，俺看这球这边是呀，西卷。这边工作，越南给他不就得嘞？这是俺这拉中嘛，这个俺两个这个呢，俺看这球的呗，是吧？俺从家听堂不呢，俺到西多啊，甚至西卷越边来，俺他们就得长不长下人的，长不长下，西给的西给了的是吧呀？俺别的嘛，西年嘛，西东到这个你这得干嘛去？用不俺工作，俺说用了的。来或者西多，我们松东下面我们西东这的从家3没有钱，这是俺种嘛去俺看这球了是吧？这是俺我们松东下面西东这的种嘛去，过不得干去俺看这球了呗？俺从家挺当不赢，俺们用干净面、人脉面、资源面，总当中用干净性面。这是俺这拉种嘛去别啥不就是西卷这边或者西卷那个他们就得来，冲大钱等到这边或者其他的西南给他们就叫我唱嘛的，我这这吃下嘛是他这西南嘛西当到吃下这16面呢16月当到吃下是吧？这16月当到这冬月就等着嘛家啥子子来或者西卷这个他们就说，或者西卷这几类嘛呗，西卷这几类嘛呗，来 ，OK， 大家差不多清楚西柚嘛的，我跟你们说一下，西柚嘛的，开的是呢，我跟你们讲3个点啊，俺堂不的开的是，那俺就在加拉切张开的是，俺就那么就穿那边就单加拉切大人，就不一年这，我们切张个从家要的啊，开的是呢，加拉切张日用品的，俺就这转一年，这手部转一年，这骨头转一年，这面膜一年，这冬转一年，这切张个就不一年，这我们见过。不过春秋行不着吧是吧？重视重给家长明白去了，家长个别等个这家长中的不晓得因用不用理解？俺你的可能是哪个就得说我们松东，因为我们西东这边这俩天不的吧？天差不多年做那么上过不得这有啥的亲嘛的用不用？俺就得培训我的，卡巴那培训我的啊，卡巴那线上个的呀，说是应急民警啊，车个用这车嘛的，线上的看这的时候，俺就大家那个专业老师这个，俺就加了中当中路一年这抖音个短视频一年。这直播一年这看着前面切赞了没有的，大地样路边么子去拼接过嘛的，用不用第一钱？俺你不得看的上俺就不是一件那的有的，不是一件那，但看起来草本的最近逻辑清卷这样的，逻辑清卷这样的，看起来到我这吃几3年这样的，吃2、3年样的，俺懂3年样的，吃什么3年样的，反正有的，俺这个别的要求差的选起里面都，根据就阿妈阿哥人这路在吃中嘛的啊，根据就这吃中嘛的，俺就别的专业就是别的状态呀，我对不起。这样呗，看起来4中呀，我对不起中年人这，看起来对不起呀，我对不起中年人这，看着强项这挑起前面，我就路边吃就叫没人给特别看这边就当外面，没人给看着前面掐张起就的，对说出来路边钱大的呀，没这个捐了，说什么就要看掉的，是吧呀？第一钱，俺说不得看了啊。但比如说俺家不充电的，肯定俺直播间的俺一起去是吧？平时问题卡的远呢，那就其中卡的人的口都俺钱大的，用不懂？你娃的没送给他最后嘞，看着反正问题卡的人掐赞俺一直的，掐赞你也嘛就是信用过没啊？
这些，但古对的也持续的看来是，但中当中的前三两年有的全是落地轻松啊，但是古对全是落地，等到落地熟起落地是不是用啊？起都看来是当然就第的就是你这俩推起来的，或者退货机制的，这俩推起来的可能是我这个听话照做执行开始你的，我做培训的，培训的做要过年，我做了不头些的就不就要过当，要我就行动起来，但等到这俩做嘛就不现呢，我就得这俩家长推起来的啊。这俩家长推起来要打工作，大家看的大家是俺就几年不能就大家写卷这蛮钱，就是俺就个书改表个一个拿不之前就是间接下的起来的，间接下做的给家长切的，这俩年不说间接的年不雇佣的俺就，他就是什么的，就是俺就这俩推起来，每年俺就这么几年能是间接下的切或轻嘛的吧呀，我那是这样，OK是这样的嘞，或者当然我讲了这么多，但我那个真心实意我俺也不从这上边来，但俺给他们就是，当然我那个现在开始要统计了。就是真心实意做事，当然给他们就不得，当然怕去唱这姑娘音，来，给他们就学或者讲多些，给他们就直播间的迷你40度，但真心实意我说俺家不录制什么节，我那我说俺从这不俺更多当俺这前3弄俺的去的，来，给他们就在或者关注前给他们就学教起对，来，给他们就在或者密集起，等到月或者月来，给他们就下，给他们就下对，等到从这3六去，等到主播了，来关注起的关注起下或者关注嘛接不起，看当这的当下播起的人嘛的，知道了吗？家们。下播车的人嘛的，来或者真心实意我当我当录制什么节，当我从当我听这钱充嘛从3元这元呢，来或者关注起学，就去关注起学，下播车的人嘛的，用不到关注起下播车的关注嘛，像下播车的人嘛的，其实用我当从我更多当是吧？呀，我钱这3弄关注起学去，关注起，然后下播车的人主播。